自我们介绍一下，我们是马发那乐团，我是团长薯饼。那在我右手边的贝斯手是 Gadin， 来自花莲。在我最左边的是我的鼓手是 It， 来自台东。在我们主唱顾奖来自屏东。然后我们是马发那乐团。那希望说，如果今天喜欢我们的演出的话，可以在网络上面搜寻Facebook 上面，请搜寻粉丝专业马发那乐团 MAFANA。出专辑？什么时候出专辑了？明天。好啊，自己出一下。明天的。自己是重点，自己烧那个 CD， 烧那个 CD， 然后全部都是那个练团的那个录音带这样，就练还没有修过，这样没有微调，还 delay 一样，不是重点。重点就是好，希望这首歌今天也是最后一首歌。那很高兴大家今天不管是来听母女友的、女友的，还是来听我们的朋友们，都为我们一起加油打气，好不？Fighting！ 然后好像变得很正经，加油！变得很正经的时候，你们就不会笑。那你们到底还是？为他辛苦了，我很无奈的。好啊，那我们就请顾奖老师来为我们教这首歌怎么唱。等一下，其实我搞不懂我们是哪一首歌。奔跑吧！好，这首歌叫《奔跑吧胖子》，好了，家人们。对，奔跑的胖子。奔跑吧胖子。对，这是我专门为顾奖打造的一首歌。没有错。来，我们现在要教唱啊。好。一起唱。就是刚开始，然后到结束都这样，就这样而已哦。对，就这样结束。对，谢谢大家。谢谢，没有了。大家有个奔跑吧，谢谢大家。跑吧，胖子，快跑，跑起来，跑起来，跑起来！你都没有瘦，你没马。美好心情，去遥远的地方去找吧。你减肥嘛？有吗？收拾好行李，请回自己的地方，奔跑吧，奔跑吧，放下心中困惑，你会重新找到新方向，迈开脚步去完成那还没完成的梦想，继续奔跑吧，奔跑吧，胖子，跑吧。还有2公里，要冲刺。这世界很多美丽的地方，你见过吗？你去过吗？不要再停住安全的地方，奔跑吧，奔跑吧。放下心中困惑，你会重新找到新方向。迈开脚步去完成那还没完成的梦想，继续奔跑吧。
好吧，好吧。就算看不清楚，忘了觉得盲目，勇敢迈开脚步，要相信自己的路。谢谢大家，我们是马芳娜乐团，祝大家今天有一个美好的夜晚。谢谢。